日，就是要迎接主你降生这个节期。阮的教会毋是干那办活动，阮的教会通过逐摆的聚会来表明，这是一个迎接主耶稣的神圣的礼仪。我们恩社区也恩教会也恩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家庭，来讲起主耶稣的降生的愿望甲喜乐。主你今仔日的礼拜，阮中间，阮做伙主席的事，阮恳求你，就是你家己本身的圣性，会通进入到礼拜堂厅内底，搁再深深进入伫每一个求你的性命，需要你同在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带来上帝所赏赐世间人的愿望。愿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用恭敬的心伫礼拜堂聚集。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因带领敬拜赞美，无论是诗会，无论是诗琴，无论是讲道者，主啊，愿你的圣心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伫你的听的中间，阮会通伫今仔日通过敬拜，阮大大得到上帝你的恩惠。愿伫你的面前，将每一个同工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心甲阮三甲伫地。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诗篇148篇12讲：少年人呐、姐妹呐、孩童呐、你们都要颂赞他。很高兴在主日，咱大家做伙来到上帝的厝，也圣殿，咱做伙来敬拜伊。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咱做伙来吟这条：我欢喜，因为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哈利路亚，阿乐主。
7节里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说，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在主里面哦。好，我们一起来唱《凡事来祈祷》，主啊，你来引带我，让我对你来行。咱做来唱这条《凡事来祈祷》。主啊，你来引带，让我跟着你来行。我你的旨意，一心讨你的欢喜。主啊，求你开阔，使我信心的脚印，行你的旨意，直到见你无偏离。主来祈祷，相信我。这条诗歌内底，我就介意，亲爱的主，在拢总，当咱还未祈祷的时阵，伊就知咱心内想的，咱需要的，咱所以最后一句讲，爱抓着伊的应允，伊的应允就是你基督耶稣内底，咱来行伊的旨意。爱行正的路，不是偏离，是行正的路。咱恳求咱的主带领着咱做来唱这条信心，请你来，信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仰望来亲近你，更加甜蜜你。咱做来唱这首信心，请你来。
亲爱信神，阮较无你，阮听候你，求你，求你帮助着阮，进入你的内面，完完全全的进入你的内面。主啊，愿将阮的一生，将阮的全人拢献予你。恳求圣神，你来带领阮，愿将阮一生的道路仰望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请你来，请你来，帮助着阮，帮助着阮，怜悯着阮，怜悯着阮。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将咱后面的时间，这个蜡烛代表希望，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个蜡烛。
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凡啊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世间情人拢着添情，偏心看你面前。无知我愈世间所思，但阮对你受损。上帝讲你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咱做伙来吟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
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遐这请坐，咱做伙来启用文第4篇，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要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论到地上上的百姓，因是极其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过天，伊献电费的罪，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无要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背中的分业。我所用得的，你甲我保守。所量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乐迄个甲是我的耶和华。迷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掣。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性的拄着幽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第91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请坐咧吟全首。下来雨。
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咱阮的天父上帝，阮用感恩的心来过感恩节，也用欢喜甲仰望的心来准备迎接大降节。感谢上帝差遣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带来救恩、仰望甲生命。感谢上帝，你所赏赐丰富的恩典。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以及阮的家庭，阮感谢上帝赐福教会同心合意的兄弟姊妹。阮看见教会伫圣诞布置真正水。阮感谢兄姐的付出，也归荣光予上帝。祝阮希望透过水水的圣诞布置，以及阮伫12月所备办的圣诞节期的活动。互更较侪人感受到圣诞节的欢喜，感受到迄份对天赏赐予人的恩惠，迄是充满平安甲祝福的礼物。主啊，阮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明捌你，知影你是万福的本源，你是真理、活命甲道路，你是赏赐真平安的主。阿爸上帝，伫即段期间，阮虽然真正无闲，但是阮求你犹原赏赐予阮有安静的心，予阮的心常常思想上帝你的话语，予阮的灵命会当更新，活出上帝你欢喜的生命。求主也帮助阮，承担福音的使命，将救恩的好消息分享予更较侪人。为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献上祈祷甲祝福。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活动拢真平安。每一个活动拢会当互更较侪人看见上帝，归荣光予上帝。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赞美请圣歌队。主持二声，主持二声。
咱做伙来共修上帝的话。咱翻开诗篇37篇第4节到第7节。着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倚靠伊。伊要互你食，伊要互你的义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亲像中昼的光。着静静伫耶和华的面前，宽心听候伊。毋通因为迄号事事亨通的，甲迄号歹过无得到食的来不平。第二位记载伫以弗所人书第3章14节到20节。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的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拢总的家，对伊来号名的。求伊照伊的荣光的富有，对伊的神用宽容，互恁心内勇敢，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仁爱，才会甲拢总的圣徒晓悟迄个长阔关心，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未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宽容。正道有耶稣伫我心，请庄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真紧又搁到圣诞节的节期，咱的教会圣诞节节期，逐年拢是伫抬杠节，就是在1月的上尾礼拜来开始。对咱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传统，2000年来，这毋是活动，这是礼拜。所以咱的教会拢会互咱的囡仔来学习，嘛参与伫礼拜，毋是中级点拉调，是咱的囡仔。来点拉调，传统的即个礼仪中间，常常用点拉调来代表祈祷，就是求天父上帝，互咱伫咱的圣诞节的时，无论咱是追求愿望、仁爱、喜乐、平安，甲主耶稣基督。圣诞节是一个期待的节期，也愿望上帝大大祝福今仔日咱参与礼拜的兄弟姊妹，也愿伫网络顶悬甲阮做礼拜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圣经的信息是为着咱代祷所写的圣经，伊安尼来甲咱讲，就是当主耶稣若踮伫咱的活命中，咱的心就无搁再有惊吓。有一条歌，主日囡仔常常唱：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所以兄弟姊妹，有主耶稣伫咱的心内，咱的生命的确要改变。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用祈祷来领受伊的祝福。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伫即个圣诞的节期，阮兄弟姊妹做伙组织，阮伫教会做礼拜。即个礼拜是阮对心中的一个期待。阮不但会当期待明年是一个好的年，阮嘛期待伫阮甲主你同行的人生道路，主耶稣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对天降临，特别阮今仔日为着心内有看路，心中有受搅扰不安，所有阮无法度望着因的兄弟姊妹，阮无法度甲伊做同行的同伴，但是上帝你的神，你无所不在，你甲每一个心中有看路、有搅扰、有惊吓的兄弟姊妹，你所听的件事，你进入因的生命中，你互因知影。主耶稣的降生是为着世间人来降生伫即个世间，求天父上帝，即个圣诞节毋是一个童话故事，是一个真正伫信仰上每一年拢重新搁甲耶稣基督来亲近的日子。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就是主耶稣搁我的圣神，伫今仔日将即个搁我的主耶稣放伫阮的心内。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
阿门。亲爱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拢通对耶稣来发出咱的祈祷，也更望伫今年的圣诞节，所听的姊妹，咱拢经历着主耶稣基督的欢喜。这礼拜顶礼拜拜六牧师受邀请，伫中华基督教病院有一个圣经讲座。牧师甲因分享的就是要安怎甲上帝相遇。咱的上帝毋是一个传说中的上帝，咱的上帝嘛毋是啥白纸黑字写伫圣经内底的上帝。咱的上帝应该是甲咱的心、甲咱的灵会当契合在一起来相拄的上帝。所以有人咧问讲，那安尼我要怎样才会当甲这个上帝面对面、头对头、心对心、心连心？兄弟姊妹，愿咱用祈祷伫圣经的内底，所听的姊妹伫今年咱遇到主耶稣基督。伫祈祷的中间，圣神要帮助咱。虽然肉体的目睭无一定看会到，但是咱要感受，这个主耶稣伫咱看路的中间，伫咱受搅扰的时间，伫咱孤单的时间，伫咱受气的时间，伫任何时，这个主耶稣入咱的心内。愿今仔这个礼拜，帮助兄弟姊妹勇敢祈祷，伫上帝的面前甲伊祷讲：主耶稣，我需要你进入我的家庭；主耶稣，我需要你进入我的生命中，互我亲像今仔日参与礼拜所有我的兄弟姊妹，无人空空离开教会，奉主的名来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祈祷，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所有兄弟姊妹。伫今年的圣诞节，真真实实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人生中间。然后主耶稣伫你的生命中，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相信吗？咱中间敢有人会当举手讲，牧师，我要做见证。真正主耶稣伫我的生命中间，我的人生真正无同款。兄弟姊妹，耶稣是经过我的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愿咱对圣经来听。我要搁一摆读这个圣经，因为拄则师父已经读一摆。兄弟姊妹，伫师父咧读圣经的时，有对一句话，有对一句话，是真正望着你的心中讲阿门。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搁一摆，咱用阮牧师搁来读一摆这个圣经。咱旧约的圣经最重要就是鼓励咱定爱安静听候上帝。咱就要静静宽心听候，因为咱的上帝是为着咱成就大事的上帝。亲爱的姊妹，用领受的心，安静来听牧师搁一摆，为着咱来读几句的圣经赞，就将你的代志交互耶和华，搁我靠伊，伊就要互伊来成就。伊要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判断要亲像中昼时的光。就静静听候耶和华，宽心听候伊，毋通因为这个世间歹来创行，遐事行通，歹人的计谋得到成就，来心不平。亲爱的姊妹。拄则这三句话内底有对一句话有望着你的心，为什么？愿天父上帝亲自对咱讲话。其实咱做礼拜的时阵，无一定要听牧师的讲道，有时伫礼拜中间，圣神伊主动就会摸咱的心，通过敬拜赞美，通过圣歌队，通过主日学献诗，圣神嘛运行伫咱的中间。圣神甲咱讲。安静，静袂落来的人，你就无法度听到上帝伫你心内在对你讲话。安静是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功课。抬杠者最重要的态度，就是用4个礼拜安静听候，对天降临的主耶稣。你抬杠者的时，静定，互主耶稣降生伫什么所在？伫你的心内。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搁来听保罗所讲的话。保罗伫今仔日的腓立比书中间，伊甲咱讲一项，这个主耶稣对天降临，伊带互咱的是什么？
咱来听圣经所应允的话。主耶稣对天降临，伊所带予咱的，就是上帝完全无保留的疼，就是长阔高深的爱，就是永无主绝、永远无间断的疼。咱犹原静静来听今仔日的话。这是保罗为着有所的教会所带导，写伫伊的批内底。伊不但用伊的心祈祷，伊阁甲伊的祈祷书写伫一张批，寄予有所的教会。保罗的话安尼讲：求上帝照伊阳光的丰盛富有，对圣神用权能，互恁的心内勇健，也通知基督的疼。是超出人所会通理解，也照上帝招庇的丰盛，要充满伫恁的生命中。恁要甲历代的正圣道，同心晓悟迄个长阔关心的疼。所以弟兄们，伸出咱的手，咱甲主讲。主今仔日圣经甲阮讲，我要甲2000年来所有基督徒阮的信仰的前辈同款。我要领受这种长阔关心的疼，疼会当互人心中有快乐，疼会当互咱的心内无搁再受搅扰，疼会当互咱的心内无孤单，疼会当互咱心中有一种的冲动，就是想要仰望去怜悯迄个需要人怜悯的人，去关怀迄个需要受关怀的人。愿咱的上帝将长阔关心的疼，放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生命中，互恁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恁就感觉有一种的幸福的感觉，有一种温暖的快乐，伫你的生命中，你会感觉讲无怨无悔，心满意足。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你讲话，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3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你的心内。互什么掌管？伫你的心内，你的心，互什么来掌管你的情绪？来掌管你的想法？掌管你的价值观？掌管你的生活的注定？咱需要耶稣，若无耶稣，你永远会当活落去。但是咱是孤单的活。亲爱的姊妹，当咱有主耶稣的时阵，咱有人通参详。当咱有主耶稣的时阵，伫咱的人生中间的真侪会困扰、受气、情绪的中间，这个主耶稣会当甲咱揽咧，亲像咱的教会迄个耶稣抱羊仔囝迄张图同款。亲爱的姊妹，耶稣毋是圣诞老公公，耶稣嘛毋是童话故事内底的主角。圣诞老公公永远是圣诞老公公，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毋是童话故事内底的主角。伊是真正对天降临，伊嘛是真正会当入去你的生命的内底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敢要邀请这个主耶稣，照伊的名讲，以马内利，真正是伫你少年到年老，对你真捌依到世间的路尾。伫每一日，伫每一年，甚至伫每一个时刻，这个主耶稣甲你相合伫地。兄弟姊妹，你若认捌耶稣，你就知影，耶稣的生命有什么种的内容？耶稣的生命有荣耀、有尊贵、有价值，比这个世间所有的物质更较价值，比这个世间更较高超、更较绚丽的迄种的体力性的思想，更较有价值。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画面。耶稣若入咱的心内，咱的心内就无空虚，就无有一种迄个黑暗，就亲像圣经讲，光若来，黑暗就离开。主耶稣邀请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对你认捌伊到一生，伊真正会当帮助你，伊嘛真正会当满足你，而且伫你袂话，就是人做袂来的代志，人做袂来的代志。这个主耶稣是有权柄，伊会当拍开人的心门，伊会当将一个受气的拳头，甲伊扳开开，用疼，互迄个拳头母变做一个拥抱。
所听的姊妹们，咱就今仔日的礼拜，邀请这个主耶稣。福音书中间马太、马可、路加拢有讲到这个故事，其中有一句话足特别。这个故事咧讲起伫大红影的中间，耶稣和伊学生坐船要过加利利湖，迄个湖因为真大，就是亲像伫美国甲加拿大中间有一个叫做五大湖区，迄个湖大甲亲像海，你看袂到迄边。耶稣甲伊学生做伙坐伫船顶，圣经讲起破头风，破头风就是像飓风啦，忽然加利亚风架起来，船伫风影的中间咧摇动，但是耶稣真平静，还咧困。伊所有学生讲：“主啊，求愿！这个时阵你还咧困吗？”耶稣起来，伊出嘴讲：“风影停止。”伊无大声甲骂，但是伊用伊的话，互风影就停止。所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8章23到27节，恁都去点看。这个圣经内底讲起一句足有意思的话，伊讲：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人是啥物人？连风影都听伊的话。这个人是啥物人？连鬼都惊伊。圣经有真侪故事咧讲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属性。亲爱的姊妹，互圣经的故事变做你的故事。我细汉伫主日学中间，主日学老师甲我讲的故事，我放伫心内，我毋是无牢记过。迄个故事对我一世人，对我细汉的成长过程，一直想，搁再想，想搁再想。到后来，我决定，我嘛相信这个主耶稣。我会当将我的一生甲伊参详，我会当将我的一生交互伊。感谢上帝，伊接纳我伫伊的面前会祈祷。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祈祷。主耶稣嘛要听咱的祈祷。如果你的家庭，如果你的事业，如果你的工作，如果你徛伫十字路口，你问你家己讲，我搁落去要往对行？这个主耶稣拢会通帮助你，因为伊伫2000年前就讲过，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所以，兄弟姊妹，咱是福气的人，因为主耶稣甲咱带路。主耶稣不但甲咱带路，当咱有需要的时候，伊会出嘴，伊会讲话，伊嘛会用伊的气力，互迄个环境受改变。你相信吗？互圣经叫做你的故事。圣经的故事若是拢传说的，信主的人真可怜，因为拢风声的。兄弟姊妹，圣经所讲的故事是要为迄个故事感动你，嘛成做你的生命的开展。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的心需要你，兄弟是吗？主耶稣，我的心需要你，我将我的心交予你，因为当你若踮伫我的内底，就是上帝嘛踮伫我的内底。兄弟，是毋是？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个主耶稣若踮伫你的心内，上帝的国度，上帝本身就踮伫你的内底。所以耶稣才甲伊学生讲：上帝国伫恁的心内。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今年的圣诞节，咱不但看到教会有真侪真水的布置，咱要感谢教会内底有真侪人斗相共。有安路，有书记节，有义诊，但牧师嘛有出一支嘴，毋是出一支嘴，因为恁拢无爱伊，搁再爬去咧楼梯顶管对无？伊迄阵上，大家就马上毋通爬起咧啊！爱有人看，伊会阵但牧师又搁亲像牧师搞怪，爬去树头顶管。恁中间10个9个拢反对牧师去咧操树啊，对无？兄弟姊妹，恁听牧师，恁听教会。咱的教会真侪人，咱的教会清气淡淡，水当当，毋是家己自然祈祷伊就发生呢。嘛是有一寡人因有甲上帝同工来帮助咱，互咱享受这个教会。兄弟姊妹，我要邀请恁，伫今仔这个礼拜要离开礼拜堂之前，你爱换你的手伫你的心内，你邀请耶稣讲：耶稣，我要回家了。
你倒要甲我做伙倒阮兜，住伫阮兜内底。求天父上帝将主耶稣所带来的平安喜乐赏赐互恁，搁互恁的囡仔。第二，你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恁体检恁家己的内心。我问恁一句话：恁感觉恁现在快乐吗？你好吗？即摆目前伫你的心内有啥物？你甲上帝讲，无论昨我的心内有啥物，对今仔日开始，我的心内要有主耶稣基督。伫你的心内有啥物？你的心是一个乐园吗？还是你的心内是一个战场？你的心是毋是有真多的风雨风浪伫遐咧敲破冰？保罗讲：看我的做人，罗马书第7章，伊讲因为伫我内面有一个真焦虑的人，伫我内面有一个真搞怪的人，伊常常甲上帝的话那咧摔跤，好甲歹，伫我的心中，直到我无法度平静。你的心内是一个清气的所在。亲像爱登乐园，也是亲像粪扫场。兄弟姊妹，有时足可能，真侪遐无需要的物件，咱有看有当时咱厝边头尾若有人足爱捡遐资源回收，啊捡到规间厝内底，连行过要困的所在都无所在。兄弟姊妹，不要允许垃圾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牧师啥物是垃圾？恁祈祷，上帝甲恁讲，牧师毋免解释。伫咱的生命中有一种的情绪是垃圾情绪。伫咱的生命中间，咱需要有伊甸园的乐园，亲像青翠草场。诗篇23篇讲：你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安静的水边。你的心中有啥物？有的人的心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孤单。伊一世人甲家己关伫迄个所在，伊甲人的人际关系是不好的。伊筑了一个城堡，甲家己关伫内底。兄弟姊妹，咱来奉主的名行出来，离开迄个黑暗的暗洞，行伫上帝所祝福咱施恩的道路顶端。你到底什么种的环境？兄弟姊妹，豪宅一间比一间更较豪宅。你若讲去台中吼，迄第几期的中间真正会气死人。因为做人是安怎应记住豪宅，有豪宅。兄弟姊妹，豪宅毋是建筑物，豪宅伫你的心，伫你的生命的高度。今仔圣经讲，上帝听是长阔关深。人的心若有一个宇宙，就海阔天空。所以，兄弟姊妹，阮今仔礼拜中间，你将你的心掏出来，心肝肺脏拢掏出来，放伫啥物所在？放伫你的手，祈祷的手。你甲主耶稣讲：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主耶稣，我将伊交伫你的手中。主耶稣伫今仔日，这个仰望的祷告了后，求你将一个平安喜乐放伫我的心内。所以，兄弟姊妹，无能为力吗？是，真侪时阵有时，咱明明知，但是咱做袂来。兄弟姊妹，囡仔甲大人的差别就是安尼。囡仔的时阵，真侪时阵会感觉做袂来，但是大人的差别，但无一定甲囡仔比囡仔较好啦。有当时情景愈惨，但是大人有另外一种的，就是通过伊的生活的操练，伊会慢慢加做老练，伊会慢慢加做一个成熟的人，伊会慢慢加做一个有品格、有智慧判断的人。兄弟姊妹，是在人不能，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你愿意互这个主耶稣踮伫你的心内吗？你愿意互这个主耶稣就在你的家庭这一条船上吗？风雨同舟，甲你做伙，对你一生到落尾。
你愿意吗？今仔日的圣经遮尔水，伊讲着静静宽心听候伊。太港节设立，甲受难者的大斋节，拢是用一段真长的时间，将近40天，互人逐日安静祈祷，重新调整你的生活。这叫做属灵的灵修啦，用属灵的灵修来喂养你的灵魂，和你的灵魂会通勇健健康。愿主耶稣亲像这张图，一个人徛伫上帝的面前，主的圣神降临。愿这个圣神亲像光，亲像雨，浇灌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这是上帝所要做的代志，咱爱深信。因为保罗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兄弟，恁会记得迄节圣经节吗？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伊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对，是你想袂到、看袂到、听袂明白，但是伊最重要的讲，伊要啥物互咱？内住的圣灵，要有一个上帝的圣神踮伫人的内底，人就要忽然得到自由，嘛要明白上帝的奥妙。兄弟姊妹，咱就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的圣经讲，你的心中的义就要亲像日中昼发光，哪来哪光？什么是人心中的义？就是当上帝伊的圣神，甲伊所有一切交俾全备的美善。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伫伊的信心到万世代。上帝若将伊的好，将伊的光，将伊的圣神放伫人的内底，人的内底的人就脱胎换骨。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来讲，你心中的义就发光的意思，就是讲你心中的迄个灵、迄个良心，就好上帝说服，迄个良心就会亲像点倒的蜡条。这个蜡条拄点心足底，风一吹就花去。咱的执事紧走来甲牧师比方，我想讲伊要爱接基数，我就摕互伊。后来伊甲讲毋是啦，迄蜡条花去啦。兄弟姊妹，咱甲上帝讨一条足长的心，风吹袂花。心内底的蜡条爱点才会倒，对无？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大家兄弟姊妹，伊要互你，你就爱讲阿们。伊要互你的义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要亲像日中昼的光。在这个世间所有的主张的中间，上帝要用伊的圣神，互你成做有主张的人，毋是因为你的教育的水平，是因为你内底有清气的心，有正直的心，所以你的判断就要健康。主帮助咱。咱伫伊的充满中间，咱甲主耶稣讲：在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无需要甲恁做过见证。有当时人牵到北京，牛牵到北京嘛是牛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若有上帝肯帮助咱，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人，就是伊家己无愿意改变，伊嘛记着改变。装睡的人叫不醒。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叫做有智慧的人，诚心来承受上帝所予咱生命的真光。所以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倒去，你若有情绪，门关起来，跪下来祷告。你放手伫你的心，你问你家己讲：我现在的情绪到底在说什么？静静啊听。伊讲的若有理，你听；伊讲的若无理，你甲伊讲。乖乖，你安尼讲毋对。像这种爱有讲无？这种的祈祷敢会真愚蠢 ？No。一个也要听人内心，跟着心走，不是跟着你的心，是因为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对你讲话。信仰是遮尔可贵，遮尔奥妙。这个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着
要带咱行光明的道路。管咱伫今年的圣诞节，领受以弗所3章20节，伊讲上帝的作为超出一切所求所想，照着伊圣神的运行，伊要互恁、互咱得到啥？关联。现在你相信吗？你若相信，你若军队，你若仰望，伫你的脾气，伫你的习惯，伫你的想法，上帝要互你的想法成做一个尊贵荣耀，别人无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你花手伫遮讲，主我将我的生命、我的主张的主权，人拢有主张，啊，人常常用家己的主张做第一。对今仔日开始，你要会当有主张，但是你若愿意，你会当将你的主张甲上帝参详。伫你的主张顶悬要加一项天地宇宙中间上帝的宇宙的道跟宇宙的真理，甲伊的智慧。求天父上帝帮助。圣经讲运行，注意这句话，运行这句话伫圣经一起头就安尼讲。伊讲起头上帝也未创造天地以前，世间是宇宙是混沌 chaos， 这个宇宙上帝也未创造进前是一个无明的。迄个时阵水面是黑暗，但是上帝的神运行伫迄个顶悬。迄毋是干那咧讲宇宙的形成、神话故事，迄个嘛咧讲起人的生命中间也有 chaos， 就是混沌吼，毋是咧食迄个混沌啊，吼，就是讲无明，亲像安尼乱糟糟，亲像垃圾场，主帮咱咱，伊的灵若运行伫咱的心内，伊甲咱还手，咱的心要安静落来。咱的目睭要开，咱要有智慧。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什么人会当留住幸福？我常常甲恁分享这张图，这张图亲像是物件同款。我若大概看到这个图，我拢感觉讲，他在提醒我，我可以跟上帝求。我大概看到这张图，恁看到这张图，恁有看到啥？一个遮尔清澈的杯，一个遮尔敬畏上帝的前辈。伊用祈祷甲上帝讨，兄弟姊妹，你留住了幸福吗？咱在座什么人会当将幸福留在我家？咱的教会真正伫祈祷中间是真盼望，幸福到每一个家庭。咱的教会伫今年推动这种的家庭礼拜，明年咱嘛要推动这种的家庭礼拜。伫教有一日，咱所有兄弟姊妹，恁的家庭拢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因为恁是幸福的家庭，所以这间教会就幸福的不得了。所以真侪人真想要来这个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你要用什么留住幸福？谁留不住幸福？有的人幸福擦身而过，留袂掉，有什么原因？第一，他的选择，他没有正确的选择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留不住，不是幸福留不住，是伊根本选的荣华富贵、荣华富贵，无拄拄是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的祝福。保罗讲：“我前看做荣华富贵，看做宝贝，但是当因为耶稣基督。”我看伊做有损害的享乐主义。保罗咧讲的意思是安尼。我以前甲享乐主义当作是一个先食落腹就稳当当，先做较赢，一时为快。但是保罗才发现讲 ，no， 毋是安尼。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看伊做本色。我知影做人就爱有人的形，我知影做人袂使有龌龊垃圾的想法。我知影做人爱保守家己的行为，保守家己的身躯。兄弟姊妹，愿咱拢捌道理，幸福要得保留会掉，
除了你选择的能力以外，佮另外一个就是态度。咱通过教会甲教会的分享，咱有听过一句话：要啉清气的水，爱摕啥物来底？清气的杯仔来底。咱拢已经受到影响啊！这句话是对的。主啊，教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态度对了，事情就对了。昨咱伫亚会甲平凡因的厝，因咧讲起因信主的过程，因所拄到的困难，但是因的态度是正确。后来因到雨过天晴的时阵，因回想讲，当时我无选择用情绪来报情绪，我选择用基督徒应该行的路态度。因感谢上帝讲，上帝祝福甲保守。信仰是安尼，信仰是可以实践伫咱的生活内底。恁同意吗？兄弟姊妹，愿咱摕信心的杯仔内底用祈祷。咱用祈祷，咱甲主伸出咱的双手，讲：主，我将我的生命交予你，嘛求你为我拍开天顶的门，将你逐种所有一切的美善，拢赏赐予我。天父上帝要听咱的祈祷，伊要甲咱做清气的心，伊要互咱内底有主张正直的心。咱要成做一个有主张的基督徒。咱嘛要成做一个行得正、站得稳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起头咱检菜还没有平衡感，就亲像咧冲浪。你若头开始咧冲浪，你迄个平衡感，你定定嘛对迄个平衡板顶个摔落来，因为平衡感还没有养成，迄个节奏、迄个韵律，你还没有抓住，咱的生命慢慢操练。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伫今仔日的礼拜，我将我的生命向你拍开。主你施恩祝福伫我的生命，甲我的人生。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伫抬杠节，就是圣诞节进前每一个礼拜，我拢同心祈祷。阮的囡仔嘛代替阮、代表阮，点着祈祷的蜡条。主今仔日，阮中间若有人对心中向你出声祈祷的事，主求你，互迄支蜡条永远光、永远倒地。主，阮将阮的生命的杯交互你。阮无爱阮的杯是垃圾的，阮无爱阮的心内是地垃圾。阮嘛无爱，阮是一个孤单的人，单独住伫豪宅。主，阮爱你所心属阮的，就是一个天国的城堡，就是上帝你用真理所起造的圣殿，伫人的心内。主，你帮助阮脱胎换骨，伫今仔日的礼拜听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咱做伙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困求我路听称赞，主赐阮为每捌天际，大声一起来学乐，练习无路拢无时间，好爱声音跑天亮，上帝听。时时刻刻记了主，做主路用那稳稳，受主保护比较现今，愿我对听主声音，我若行到危险路途，耶稣引我行正路，主道无。我到天边，我是阮爱天我的心，你家的水变我心，对那以后在我心间，你心标主想改变，你开心的我暗高高，因你高。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
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求主耶稣互咱伫伊的听的内底来过这个圣诞节，求伊用伊的听来互咱甲伊相拄着。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你天日光明高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做伙来祈祷。转为着阮中间需要主你的怜悯，需要你的祝福，需要你的听的陪伴，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敬拜，无论是伫阮现场中间甲阮同心伫礼拜中参与的每一个人，这说使阮心中若有欠缺，若有软弱，若有搅扰。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听来医治阮，互阮得到主你的怜悯甲帮助。我特别为着阮教有人身躯欠安的人来祈祷，祈求因袂通进入到上帝你的礼拜堂，甲阮做伙同心做礼拜。阮嘛恳求主你，当因伫因的心中求叫你的事，主求你甲因撒甲伫地，祝福每一个追求你的人，因的生命。就得到上帝你的施恩所好。阮为着出外伫外地的阮的青年，阮恳求主你保守照顾因。我嘛为着阮的长辈、阮的士大人来祈祷。主你互阮的士大人，伫年纪那加添的时，对上帝你所得到的怜悯甲慈爱也那加添。祝福因享受上帝你甲因撒甲伫地，迄种的满足喜乐。永远的快乐，主求你，互因出入平安，享受因健康的快乐。转伫你的面前，将每一个阮的兄姊妹，拢交伫你的手中。伫今年的圣诞节，互阮领受一份真特别生命的礼物。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真欢喜这个长发兄弟吼。杨弟兄甲伊的查某囝真如今仔日伫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咱真欢喜吼。真如若倒拢会招爸爸做伙来做礼拜，真欢迎吼。咱今仔有一个新的朋友我要介绍伊在咱的边仔遐，伊叫做尤嘉欣吼。咱欢迎伊来参加咱的礼拜吼。欢迎。好，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做伙来祈祷吼。军队里的查某囝，伊的家庭是一个分别做成的做死的家庭。伊的大官，伊的丈夫，伫教会内底做牧师、做长老。伊的囡仔嘛，军队先人的脚迹，伫教会内底做上帝你侍奉的工人。转为着因的家庭来献上感谢。主，你互信仰的老母生出信仰的囡仔。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互阮所敬听的本日长老娘，
伊伫每一日中间，拢有上帝你丰盛的慈爱，你所享受的体力，你的平安喜乐。所以你祝福伊伫新的一年365日，伫生日的中间每一天，拢是担着主你恩典的杯，担着你恩典的滋味。至圣的主，阮恭敬将因交伫你的手，愿你的圣神降临伫伊的心上，帮助伊。主嘛，为着无伫阮中间的慧卿姐陈静志宪，阁有亚丽、秀秀玉雪长老素莲姊妹、再经嫂、再经阿姆恳求主你照顾家福加维泽，所以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祝福，或者係生日的人，因会通伫因的祈祷中间，亲自对你来领受你对天人来的祝福。主愿将因交伫你的手中，享受因智慧的心，通算数家己的年日，享受因圣神所充满的能力，互因会当做对因生命最好的管理的基督徒。我要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因的生日，互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我安尼恳求基督，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听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慢慢行。你敢有要报告？报告了中华民。咱今日礼拜了吼，两项事工，第一项事工就是边仔遐爱花爱铺好势，搁有一个就是咱共青蛙要牵迄个吹挂迄个灯条吼，迄需要人帮忙。所以咱一个人食饱，若是恁有时间的人，希望恁老我会帮忙。搁有即个拜六的暗时，咱教会要做电灯吼，要做电灯。欢迎恁，邀请恁厝边隔壁的囡仔来吼，咱有特别的活动。圣诞节布置原则上已经渐渐接近要结束啊吼，后礼拜就是外面的灯吼，要搁最后来完成环境的整理吼。等者若是大家都会尽量帮忙，其实吼，咱尽量真长的时间布置，因为咱知影会当做的人无济吼。头家是树枝甲迄个衣襟豆豆仔用，像曾牧师讲我出喙吼，嘿，我就是出喙的，嘿，出喙兼指挥，用一个镜头放到遐，安尼吼，感谢主吼，安尼了，效果阁袂歹，嘿，当然咱会愈来愈水，其实有真侪人咧帮忙嘛吼，真侪咧帮忙。等食饭饱来继续。即个拜六的电灯吼，要有做一些囡仔的活动吼，做一些囡仔的活动吼。阮等者更较同工讲更较好势吼，多谢各位。12月13号是拜六，拜六永暗二林图书馆12月13号请咱遐个姊妹咱做伙来参加吼。咱教会真早期，咱就开始伫二林图书馆办这个圣诞的晚会。这些年来，喜乐宝院一直撑着这个20区的这个圣诞节的活动。最近这几年，二林区的教会有看到讲，这个圣诞节是一个真好的传福音的节庆吼，所以咱教会今年咱嘛有要甲喜乐宝院做伙，咱有参加的人，请咱提早教会来做准备吼。若无参加这个圣诞歌剧节的兄弟姊妹，咱嘛当去现场斗相共，有当时帮忙提道具等等这个工课安尼吼。希望这个喜乐宝院每年的这个圣诞节。这个圣诞剧会当互二林区的乡亲因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息安尼吼。好，咱来请师父报告。来，顶主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1人，奉献5362块；主日学奉献425块。基督会拜三出席5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
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即礼拜暂停。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请刘雨生结束，领诗请青少客，诗琴请陈美秀结束，诗恨请张世昌、张文芬执事，爱参请李淑珍姐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来读经。集体交通第一点，12月13早上9点到1点半，中中妇女部举办2025年的圣诞节感恩礼拜以及联合庆祝活动。地点伫元道教会，主题是快乐圣诞节。讲师郑明堂老师，费用是圣诞爱餐，每一个人350块。若要报名的，请12月1号进前来甲文芬结束报名。12月14日有洗礼甲圣餐，请要洗礼的兄弟请备办心，向牧师来报名参加殉道的课程。第3点，圣诞节要到啊为着要迎宾甲布置，即几个主日礼拜以后拢有环境的整理甲布置，请兄弟若有时间会当做伙来参加服侍。圣诞节的活动，即礼拜六7点伫个圣诞电灯。12月19拜5暗时7点，咱要做社区的报佳音。12月20拜六，尾暗啊，咱5点半开始有咱的圣诞市集。12月21 9点半圣诞主日礼拜。12月24拜三暗时8点，伫咱礼拜堂有平安眠的礼拜，请咱兄弟尽量来参加。生日请为生日的人兄弟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的，请来向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为新兴欠安庄人聚黄宏仁，以及为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甲平安来大道。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甲升学考试来祈祷。第三，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道。第四，为出国伫外的青年刘玉明、林怡轩、刘玉君来代祷，请咱做伙来吟上灵圣诗509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吟诗线请牧师教导，请大家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